其實速馬反覆都試過1200同埋1，你係咪最終都發現係1200係佢最好嘅路程咧？咁都可以話係啦。咁最主要原因隻馬之前因為有個健康問題啦，所以變咗有啲棘啦。咁而家 so far 個健康都穩定嘅，咁交到個表現出嚟。亦都可以話喺即係一匹喺4班都跑得接近嘅馬，喺5班都有少少優勢。咁係啊，咁其實佢喺4班咧都跑過一次第4，係啦，都落咗班嘅時間對佢嚟講，同埋今日又有個形勢啦，係啦，有檔好檔啦，係咯，咁有隻馬放頭跟住佢跑，又係入到捷路1公2破咧，又係。佢早前嗰個健康問題其實係啲比較係咩情況同埋嚴重啲？一對膝頭哥都有啲問題。希望佢上翻4班都保持到水準。我相信如果佢 keep 住嗰個健康情況穩定嘅話，佢4班應該即係開始納入正軌嘅話4班都應該可以再有好嘅表現。再一次恭喜晒，高田跟住，多謝。